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17。箴言14章3節安尼講：戇人的喙內有驕傲的拐，獨獨智慧的人的喙要保守本心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無做戇人，用智慧來保守性命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極其聖潔甲英美的上帝，你的榮光遍滿佇全地，無神明通比。主啊，你是慈悲甲憐憫的天父，你的慈愛永遠直直，因為對古早到現在，直到永永遠遠，對阮的穩定甲疼痛，永無離開阮，也永無改變。主啊，求你賜阮智慧的心，互阮在謙卑佇你的面前，來尊嘆你的教示，行你所歡喜的路。主啊！因為阮知，戇人的喙內有驕傲的拐，就是因為驕傲家己要受責罰。獨獨知影敬畏你來得智慧的人，因的喙唇要保守本心，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